係呢個全球化呢個網絡世界啊，我哋嘅資訊超級發達啊，令到我哋無所適從。咁我哋喺呢個系統裏邊咧，我哋就變成一模一樣，好似唔見咗我哋自己嘅本來嘅身份。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啦，咁我就希望通過呢個展覽，我係提出人呢樣嘢。藝術家佢點樣可以喺呢個地方生活長大？呢個文化歷史影響佢哋嘅性格，影響佢哋嘅創作嗰個方式，或者佢創作嗰個內容，而令到佢哋有呢個香港藝術家嘅特質喺度。我用自己呢一代去做出發點嘅，咁我係80年代、90年代藝術創作成長嘅年代啦。譬如楊東龍同我就好相近啦，因為佢年紀都相近，佢都係80年代嘅時候開始做畫畫藝術創作啦。咁麥顯楊亦比我哋早少少，70年代。咁佢80年代翻嚟香港已經係好出名啦。咁啊，加上一啲遲我哋少少，譬如阿 Fiona 都係差唔多啦，比我遲少少啦。跟住阿 Lulu 啦、阿 Eason 同埋阿 Joseph 啦。因為我想睇翻一個脈絡啊，喺經我哋開始睇翻去到今日藝術發展嗰個，即係經過呢30年、40年藝術發展嗰個路向係點樣？咁我希望通過呢7位藝術家嘅作品可以表現翻出嚟。揀呢7位藝術家咧，其實佢哋不斷喺度創作緊嘅，即係就算我同楊東龍比較年紀大啲嘅藝術家咧，其實我哋冇食老本可以話啊！我哋不斷去嘗試一啲新嘅實驗，喺創作上做嘅實驗。我每一次做新嘅作品嘅時候咧，我都希望我唔想重複翻我之前做嘅嘢，我想做一啲我之前未做過嘅嘢，未做過嘅嘗試。好似我新嘅作品，因為呢個系列咧，我係未試過做咁大張。第一，第二咧，我係未試過加顏色上一張黑白相上面。咁我哋其實係不斷喺度創作緊，不斷向前行緊，不斷有新作品出嚟。咁所以係除咗麥顯楊啦，因為佢已經過身，冇得新創作啦。咁我哋其他6位都係不斷喺度做緊新嘅嘗試、新嘅創作。我覺得呢個係我想講嘅核心價值嚟嘅。咁我係欣賞咁多藝術家喺呢方面不斷去做新嘅創作。所謂自由純粹咧，係我諗我哋冇考慮藝術嘅市場需要啲乜嘢，而我哋迎合個市場去做我哋嘅創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創作係自己嘅自發啦。其實全世界都不斷喺度變化緊嘅，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即係科技發展、社會變遷一定有。咁我覺得有2個 point 可以睇香港嘅。第一咧就係香港嘅歷史，即係香港以往嘅歷史，中英時期英國嘅殖民地，到轉化為而家我哋回歸祖國，呢個歷史係會影響我哋嗰個思想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我想講就係身份啊。楊東龍喺福建出世，跟住移民嚟香港；麥顯楊就喺菲律賓出世，跟住嚟咗香港生活。Lulu 都唔喺香港出世嘅，即係我想 raise out 呢幾個 point 就係，譬如我同阿 Fiona 就喺外國進修讀書，跟住翻嚟香港生活發展我哋藝術嘅事業。香港係一個移民城市嚟嘅。咁喺楊東龍嘅作品咧，其實就表現得好清楚。佢講啲樹木，佢啲樹木有啲譬如特別嘅名，譬如鴨腳木咁之類，係香港人改呢種樹木嘅名嘅。咁佢特登保留翻呢樣嘢喺度，佢就想人哋睇到咧，佢反映翻香港嘅人其實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匯合喺呢個地方生活長大發展我哋嘅文化。咁呢樣嘢我係覺得係好有趣。因為香港其實係好多少數民族或者弱勢社群，或者我哋呢啲喺外國讀過書翻嚟，因為我哋受過西方或者其他外國嘅文化影響，翻嚟香港即係發展我哋自己嘅叫做香港嘅本土文化。咁香港本土文化就係咁樣嚟嘅，中西混雜，唔同地方嘅養分即係匯聚埋一齊變成香港。所以我講一方水土呢樣嘢都係有少少呢個意思嘅。就譬如有黃麗晶。佢嘅 research base 嘅作品咧，佢都係講緊天地水，都係用香港嘅元素、香港嘅歷史裏邊嘅資料去做翻佢嘅作品。
咁呢個其實都係即係你正話講香港嘅特色，係通過佢哋嘅作品去做出嚟。我嘅作品其實都係主要講緊時間。好多人問我畫上去張相上面嗰兩條顏色係代表咩咧？咁我就講緊代表時間，係時間一個厚度。咁所謂一個厚度咧，就係其實阿霍金講過嘅，佢話宇宙誕生嘅時候咧，時間同空間係可以交織接別嘅。時間係令到我講呢兩張作品嘅最終目標，就係外星人發現咗地球嚟咗地球生活，過咗一段時間，因為個水土嘅關係，因為環境變遷嘅關係，佢哋嘅樣貌變成一模一樣，分唔到大家嘅分別。咁主要就係我想講翻，同阿 Eason 嘅作品都有啲呼應嘅，就係講翻喺呢個全球化呢個網絡世界啊，我哋嘅資訊超級發達啊，令到我哋無所適從。咁我哋喺呢個系統裏邊咧，我哋就變成一模一樣，好似唔見咗我哋自己嘅本來嘅身份。其實我覺得多元發展係好嘅，咁同埋唔同嘅 generation， 大家嘅價值觀都唔一樣，咁一定會有啲某程度上嘅衝突，同埋喜好大家都唔同啦，每一個人都唔同。咁我唔覺得呢啲係唔好嘅事咯。咁就算我去批評某一啲人嘅創作，或者人哋批評我嘅創作，一定會存在嘅。但係就盡量希望可以用包容嘅心態去睇唔同嘅媒介、唔同嘅藝術家咯。自己想做嘅嘢，唔好太大受市場嘅干擾咯，唔好太大受人哋嘅批評嘅干擾，忠於自己去做。我覺得呢樣嘢都係緊要嘅。作為一個藝術家，如果你太在意人哋嘅睇法，你自己個堅持就會薄弱嘅。我就盡量唔想俾個世界融合嘅，我唔想全球化嘅，尤其文化上，尤其自己嘅作品上面去睇。我覺得應該，就算你向世界喺唔同嘅國家地方有機會展覽，香港嘅藝術家，我覺得應該要有香港嘅特色喺度，有個本土特色，呢樣係令到你喺世界上存在有一個價值。